如何毀掉這個後生囝？今條視頻係分享給幾個將踏出社會、將畢業人出來想要求彩啊，然後作為爸爸的，你就聽條視頻。這條視頻愛分享給大家，就是這個後生囝踏出社會、交友不慎的情況下，如何慘啊？沒聽到。今日分享給大家，就是做人毀掉這個人，這係活生生的例子。如果你將踏出社會，身邊有一幫到社會做生意的人，重點無伊感覺你非常好，又對你非常好，遐你自識就再小心。如果一開始為了拍出你個成績，而請你去吃白票咕嚕數，對你非常好，最終結局伊為了咩解？為了利益而囝。如果你自身無咩利益，伊同好你這個人，包括你的定性，呀，你票為6百，在條件為了拍出你個成績，伊就請你來吃，請你來聽，請你來聽，為讓你有以為驕傲。如果伊要叫你出國旅遊，遐你就成績，伊早起伊肯定叫你來去澳門，叫你來泰國，叫你來明良，再叫你來消費，包括來插手。大概時間，你會認為你生命有了一個非常好嘅大哥，伊也叫慣了，而且對你非常好，但真正是這樣的嗎？事實好嘅人認為那到這個社會，如果你無記得嘅情況嘅，人會對你好咩？事實如果家庭嘅普通嘅，最多就同下你定性，想下你做比這人。無會就要跟你學生理，愛掠你個聽門面，掠你個路頭前。要如果家庭有愛，遐就成績啊。即麼只要形象針對的是不知道。伊如果叫你澳門，叫你來個吃白票咕嚕數，更多的就是伊要在你個那家內非常硬。伊早起生起老花，因你正想學對母子踏出社會，攏愛非常嚴肅的。因你受了爸母的管控，伊家己無咩爽到生，而且無咩哪個款，為了證明伊家己比家己的爸母更厲害，伊就插希望比阿爸母更厲害的人講。呀，早起生叫你來個無錢。遐你用人去你無 TikTok，去你無起樣，無起樣是講叫你來去找人個虧鏡去你算到你個心智嘅破壞了。一當你破壞嘅情況下，你會認為那生命就大個能非常好，但是有朝一日你無將提速嘅生活了，你變壞背。遐這幫人悄悄為了殺過了一樣擊，遐早起甲你那抹輸嘅門攏容易，但是當你開始輸起頭嘅情況下，依然叫你個簽照，因你也袂有用。遐更多嘅現在。這款類型甲非常多啊，想愛將這個人壞，就是要將伊過得更好，好到對唔對嘅情況下，伊落差咁了關，伊就愈來愈壞。如果踏出社會，家人攏想了，為了證明家己比爸母更厲害嘅人啊，你個個好咩？因你好在爸母為什麼有錢？因你就是傾欠責任，而且個經濟攏愛拍了60年啊，不是一時間來曉命嘅。所以這條視頻是適合分享給大家，好在生命這個不知道，點踏出社會，為了證明家己就厲害。事實你也學講啊，因你無社會落咧，人平時莫對你好，好在原因就是同想了，想要利用了，想要害了。所以這條視頻主要分享給生命這個景氣，攏愛想來對話，咱公司要上網咩好，想來學點技術啊，改你哪個識話，真正後悔，該袂驚人啊，但是無後悔嘅物件，並袂無顧對你好，肯定較原因嘅，你有影無？